另外，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案，检调即马意外，佫查出伊嘛有共收乌西替建商去工程，昨昏依照贪污罪嫌，甲陈怡君和伊办公室的主任张慧玲计共7个人起诉。另外，陈怡君和张慧玲2个人，因阿庭目前法院是裁定2个人继续收押禁见。有没有信心拼嘉宝议员？法警介乎疑审犯案在案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384万，经过检方3个月承办，即马侦查终结，初三依照贪污洗钱等罪嫌起诉陈怡君等人。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事件调查为2019年开始6年时间，陈怡君找人头诈领数百万，刷去买卖股票交储税。伊伫侦查当中认罪，毋过检方调查阶段，佫发现伊涉嫌收建商70多万乌西钱，是压台北市府相关单位赶紧推动建造办理、道路开挖许可等代志。我们哪需要议员去帮我们协调做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啊！我又跟公家没有任何的利益交往，我是完全错愕，真的傻眼了，真的。协庭审问3点钟，涉查助理费甲收建商乌西钱，陈怡君甲办公室主任陈慧玲等承认犯行，毋过2人讲法有出入。虽然电视认为2人有冤负交传共犯甲掩埋证据的记录，裁定收押禁见。国内一直出现诈领助理费的证据，为立委林大华、高雄市议员黄孝庭，甲捌做立委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拢加入风波当中。高虹安佫安尼做到停职。公费的助理基本上是不是应该法制化，甚至应该做最起码基本的一些公开，不管是自律或他律，只有2部分同时来着手，我认为是较好的方法。助理费证据是一直出现，公投民建议除了司法强化他律，为机会到国政党也爱做好自律，加强内控制度。记者综合报道。